穿過白楊街一便是平章府啊，叫客攜來3分澳，待我挺腰重整呢一件舊衣袍。花含笑啊，草低頭，好待丫鬟唱禮姑爺到。誰人闖籍啊？哎呀，你唔好咁大聲喎，我來頭都頗大噃，我係一個秀才公嚟噶嘛。大聲又好，細聲又好啦，可有上銀啊？啊，應該。得唔得？有勞大哥。秀才，何以有花銀不上，只上清符啫？花銀不能上，有勞通報。嗱，今日平章府呢就擺設太平宴，來賓嘅牌簿都經已交翻上去啦。我未知老爺佢仲可肯見客㗎？秀才稍待。多煩。啟稟老爺，門外有秀才求見啊！他何姓何名啊？佢未曾問過添。唉，咁佢何等模樣呢？回稟老爺，門外嘅秀才素衣衫，稍文雅，佢夾住一把遮，背住一幅畫。想必是秀才落難淪為畫師，得知老夫素重畫人，故而賣畫求見。門子在出到門外，說到老爺無暇相見，知道。對待落拓文人，不得僥倖啊！知道啦，老爺。秀才你請回吧，我哋老爺話今日唔見客啊。呢個客人佢可以唔見，我佢不能不見嘅噃。你唔係客咁係乜嘢啊？哦，咁你企好啲，聽住嚟啦。我就係你家老爺嘅成龍快婿，你哋3班衙役嘅未來新姑爺嚟。乞嗤！哇，睇佢好眉好貌，原來佢癲癲地噶。咁請問你高姓大名啊？啊，係喎，一時大意，連帖都唔記得遞。有勞大哥。稍待。到。啟稟老爺，門外秀才再次求見啊！經已報過，何以又報呢？因為佢係有帖嘅，佢仲話係老爺你嘅成龍快婿，我哋3班衙役嘅新姑爺喎。情來嶺南柳夢梅。齋長，真係貼地回身座上經齋啊！長，你冇事啊嘛？冇事。你咪坐得好好地，你會跌咗響樹都有嘅真。哎呀，齋長，估不到欲找此人，此人都變動啦！到份拆煙有不請自來之理，所謂唔係毒蛇就唔打霧，唔係翻江客，焉敢再惹波濤啦？雙職狂生，道觀於前，求見於後，定然是全心殺騙。好，待我取得其道觀證據，然後落其問斬之罪。齋長，息間佢入門之時，你先掩其面，有此門子，你出到門外，至緊要3步一躬，5步一拜，切不可以驚蛇打畜。知道啦，老爺。大哥，乜咁耐嘅？莫非真係有12鄉宦逃上列，10丈洶湧地下鋪？收咗，全部俾你估中晒添。我哋老爺話有情，再情，3情啊！
岳長大人在上，小婿柳夢梅叩頭。下跪者可是柳夢梅？正是。柳夢梅，係。想老夫與你素昧生平，緣何具稱翁婿呢？想我單生一女，都經已死了3年，生前都從未受彩納禮嘛，更未聞得佢有情郎相好喎。你唔好講住，到底你識唔識得阿麗娘？岳長大人，喂，咪叫！我與令千金何止認識啊！我與麗娘仲同寢共枕。如非認識，我何來此俗丹青畫圖啊？青來而觀。係呢幅，係呢幅。柳夢梅，相似畫的確是我女兒生前手筆，死後流傳出外都未定嘅啫。試問一族丹青，怎能辨證鴛鴦譜？哎呀，好在我有絕頂聰明，否則便無從分說啦。攞，呢度有小姐回生之時掟口嘅花銀，刻有太壽堂嘅紋印，請岳長你明察秋毫啊！來而觀，過嚟幫下眼，我睇一睇，係咪呢粒啊？係呢粒啦，係呢粒。喂，拎翻嚟你做咩？你打阿蛋，一定花銀千斤重，一族丹青你最難逃。人裝嘅物證兩俱全，抬頭且認陳齋啊老。哎呀，原來老先生啱啦！哎呀，你救命啊你救命！哎呀，老先生，你罪名作法難勝啊，數你摸入後門，劣夫蘇，我在西天錯把，你亡魂呢度呢南流收錯，你呢個聖賢徒，你居然打劫陰司路啊！盜去了釵環善家姑，累得千金小姐屍骸路啊！你好比夜貓行路落地盤，徒小姐叫佢未落人懷啊抱，白骨何用有半點污？平章莫識雷霆路啊！速把這狂生押入馬路。係啊，我未做成龍客，先做階下嘅囚徒啊！你豬嘅口，有次家養走嚟，立即叫令你取出一張口官願紙，上寫犯人一名柳夢梅開棺劫財屬實，交予街下犯人還押，然後移交刑部。遵命。係佢。哎呀，老先生，犯人一名柳夢梅，開棺劫財屬實啊！哎呀，我只能簽上鴛鴦譜，萬不能畫錯閻王票。岳長糊塗，女婿都未糊塗啊！狂生你不肯畫押啊！好，一陣你就知。齋嘴，再，幫我做些少嘢嚇。老大人請講，請講。息間，我問佢一句，你問佢一句，佢照答我一句，佢就答你一句。你幫我照錄一句，我照抄一句。好，清楚啦嘛？清楚。準備。
偶受挫，杜平章，偶夢梅。阿杜寶，哎呀，大膽你叫我杜寶啊！佢嗌你阿寶啊！又似你話呢個杜汾賊，唔敢當啦，好外父。嘿，杜汾賊，到底你何時何月何日發掘我家魔女嘅清分？是否將其屍骸都拋落去蓮塘路？惡長大人，你想攞我口供畫我花押啊？咁你聽住嚟啦。殘月曉風便是我上墳之時，日掛牡丹亭閣便是我開棺之際。小姐千金之軀，絲毫都未算啊！我點捨得將佢拋落蓮藕塘啊？咁你將佢點啊？我將佢抱歸華房，歡衣解帶，真是十里煙波，處處掃啊！十里煙波，處處掃。哎呀，齋長，你可曾照寫啊？一字無差。哎，啲咁難聽嘅查咗佢，查咗佢，嘥晒。杜汾賊，你將屍骸運歸華房都再往何方？你快把詳情得直告。我將佢為我蘇提留案，轉入芙蓉帳裏，又把巫山哎呀重返青羅啊！又把巫山同返青路。哎呀！嘿！念咩經？敲問似一狂徒，嚴居包圍，捉我衝官路，有此人喂！大刑嘶吼！